15號，中國8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喺北京召開。由於呢一次大會適逢領導層換屆選舉，被官方形容係一次肩負住承前啟後時代重任嘅大會。結果，江澤民以黨主席同中央軍委主席身份再當選國家主席，李鵬連任總理，喬石做人大委員長。再加上李瑞環喺較早前政協大會當中當選政協主席，完成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自身兼國家各領域最高領導人嘅安排，突出咗共產黨係中國唯一執政黨嘅地位，嚟抗衡西方國家近年所鼓吹嘅和平演變。而總理李鵬喺大會中所做嘅工作報告，主要嘅基調係按照舊年14大同今年春節鄧小平喺上海講話嘅精神，強調要抓住機遇，加快改革開放，發展經濟。於是喺由上而下嘅帶動